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17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今年寒冷的头一阵寒流到咯。今仔日天气是愈热愈寒，阴暗到明仔早起温度会上低。湘北、基隆、桃园、新竹、甲宜兰这6个县市温度会落到春6度，关山嘛可能会落雪。今仔日北部是又搁寒又搁淡。早起湘北甲基隆嘛发布大雨特报。民众出门拢甲大衣穿起来，戴帽啊加嘴暗，因为今年入冬头一波寒流来报道。36拜五下晡，全台气温是明显下降，水气也增加，而且愈暗是愈寒。气象局头一摆对本岛18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拜六暗头啊到礼拜透早，湘北、基隆、桃园、新竹、宜兰这6县市是感觉熄灯号，有6度以下低温；中华南投、云林这县市是黄熄灯号，有10度以下低温。另外，3000公尺以上的县山有机会落雪。周六到周日的清晨的话，在各地高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会有下雪的一个几率，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话，大概2000公尺左右的高山也会有下雪的几率。气象局指出，礼拜水气减少，全台湾会转做大冷的天气。爱到下礼拜19，全台湾的气温才慢慢来回升。对着寒流报道，劳动部也头一摆发布户外作业的指引，要求头家爱替劳工来保暖，若无上关会使罚30万块。会啊，会比较好，可是我们还是照我们长官交代我们的走。如果没有到负的话，我是觉得还好，就穿保暖一点就好了。而屏东台南甲嘉义县府是呼吁农务渔民爱做好防寒的准备，若是拄到旱害灾情，请赶紧向当地公所通报，依照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办理补助，协助赶紧来恢复生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站上新的消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涨水崩山。甲一个露营区规个引起，当时营区内底有90多人，目前知影尚无有19个人死亡，14个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搁咧抢救当中。公路边的山坡崩甲真严重，真侪树仔烂着土自30公尺远的所在下来，下甲规个露营区拢被逮掉的，已经看袂出原本是生做啥物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附近的郊区，16透早发生土石流，消防队接到报案时赶到现场救援。有一寡人讲，因拄出2分钟，规个土石就崩来，想到迄当阵的情形，心内也是真惊。Tengok orang semua panggil, Bukit Tinggi Sinar semua lari. 3 orang, 13 orang lah. Semua panggil, semua sudah lari. Sikit diam saja. 2 minit ni macam kalau kuat sudah mari 1 kali. Kuat. Ni macam kuat. Rumah pun semua habis. 当地警方估计，迄当阵露营区内面有94个人，救援人员甲时间伫咧比赛，要对土石堆内面甲人救出来。路透社报道讲，已经有59个人被救出来，也过有14个人失踪。Baru tadi pun kita telah pun jumpa 2 lagi. Kita telah pun menjumpai 2 lagi mayat dan kita telah pun bawa keluar, bawa keluar. Dan setakat ini kita telah menjumpai kita telah pun。当地官员讲，这个露营区是一间有机农场式的旅游景点，并无合法的经营执照。若是合法院判有罪，经营者就被处罚。马来西亚定定伫咧落大雨了，发生土石流，政府对山坡地开发定做真严格管制。不过土石流的意外也是常常发生。即便案发的地点前一天并无落雨，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土石流？警方也搁伫咧调查。公视新闻陈伟林、张建光、陈慧敏编译。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立法院昨3读通过《公务人员个人专户制退休自遣附属法》，各有公立学校教职员个人专户制退休自遣附属条例。为明年7月1开始，初任的公教人员采用新的提拨制度，设个人的考试。提供多元的投资方式，予公教人员选择。接落来看联合报，疫情等后，防疫放令，罢工百业开始复苏。不过，观光业者包括饭店、游览车，各有旅行业，却因为欠工出现有市场却无在调接的情形。业者希望政府放令餐饮业撤换1移工限制。落尾看中国时报，台北市长郭文哲落任进前推出上好券2.0。希望透过较细条的消费进行市场，不过煞无较绝。市府昨推出上好券临时的优惠，使用的时间煞剩无72点钟，而且台北通 App 搁塌掉咧，引起民众埋怨。
哪里的议员嘛拢在批评。来关心国际燃料价小大起，到10月底，台电已经了1723亿，明年电池可能会起价。台电表示会甲经济部报告，而且会由电池审议委员会来决议。另外，原物料也起价，连锁店麦当劳宣布12月1日开始，套餐全部拢要起10块，这已经是连续第5年起价啊。就算要起价，也是声袂少人起来消费。麦当劳宣布为2日后礼拜3开始调整部分的菜单甲价销，套餐类的一律起10块，点心类的嘛起5块至7块。针对这点，消基会批评讲，业者甲无共成本的套餐，同款拢起10块，并无合理。我觉得多少会有不过如果就是想吃还是会来，毕竟久久吃一次而已。不一定只有麦当劳涨，你可能去吃个什么便当啊，它也是会涨价。然后你去吃个意大利面，其实涨幅可能也不止这样。冰箱用品的物价直直起，除了因为原物料起价，电池嘛正做业者成本上大的压力。台电今年7月份起电池了后，虽然有增加288亿，不过公司也是呈现亏损的状态。到今年10月底，累积的亏损已经到1723亿，达到资本额的1/2。所以16、8、5下晡召开临时股东会，外界烦恼讲，台电面对亏损的压力，明年的电池恐惊会阁起。有一个电价的一个审议的机制，那台电公司会在电价费率审议会的这一个会议当中呢，跟委员报告台电公司的一个成本概况。那至于电价是否调涨呢，我们尊重委员会的一个审议结果。台电表示，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全球能源的价销大起，发电的成本加悬，若无法度恢复稳定，经营压力会真大。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的统计，17项重要的民生物资价销甲去年同期来比，拢是起价。11月份食外口的费用，嘛比去年同期起5.81%。若是以一个月1万块来算，今年的支出比去年加581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继续展现挺台湾的力头，众议院进前有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内底有讲到5年内要提供台湾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即马参议院也通过啊。法案会交予总统拜登签名生效。另外，日本媒体报道讲，拜登政府考虑明年9月开始会派政府的官员长期踮台湾，伫台湾的政府部门食头路。有学者认为讲，这是真有可能的代志。中央对台湾公务还无停，国防部16发布强军出动13台强机，3只强弹绕台。美国众议院进前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了后，参议院原来通过法案授权提供台湾5年100亿美金无偿军援，也加上这20亿美金的外国军事用资贷款。法案可授权总统半款权。美国国防部会当用上这10亿美金的防卫物资，也是服务予台湾。但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后就有效。美国国会展现强劲的支持，推动友我法案。国防部表达诚挚的感谢，那么相信此举也会有助于国军建军备战，确保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与和平稳定。强军8月发动围台军演，强舰一直伫咱周边海域势，海军舰艇无用反制，加速连附近磨损。国防部最新发表公告指出，咱驻美军事代表团已经甲 AIT 签署完34亿1160万舰艇连附近的采购案，维持海军的妥善率。美国对台军售本身就是在落实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所以就具备既定政治意涵。但不宜过度解读与刻意诠释。美国真关心台海情势。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拜登政府考虑明年9月派遣政府官员长期待伫台湾，高要伫政府部门工作，强化台美安全保障加经济政策。学者苏志芬认为，这件代志可信度高。美国甲阿根廷捷克有类似的合作经验。各国都不会开放情报部门或情报官员的交流，因为这涉及国家机密。也就是说，这种官员的交流计划仅限于非机密的性质，那让双方可以在合作的这种作业流程上面可以更加顺畅。报道指出，美国已经甲台湾行政部门立法院协商派遣计划，派驻人员伫台湾上长2年，会伫个行政机关也是立法院。苏志芬分析，会当深化台美交流，暗国部包含情报机关的合作，台美合作可望创下新的里程。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高雄寿山动物园整修1冬外，即阵已经重新开幕。上大的特色就是有一条440公尺长、带有2层楼高的步道，互民众有宽阔视野观察动物的生态。不过，即阵当日市营运动物园有限制人数，票是一声都未抢了了，市场嘛出现黄牛票，一张的价小起3倍。
寿山动物园顶开幕第一天，游客真欢喜排队要入场，嘛有幼稚园带囡仔来户外教学，学生囡仔头一站都来看高水的好萌。好可爱哦，对不对？透过玻璃窗仔看好萌，拢总开515万，用2年的时间改造的动物园，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这条2层楼高的空桥步道。行点顶悬会当看到园区的游乐道甲黄牛，三婴仔家庭甲身心障碍者拢会当去哩，视野嘛更加宽阔。带小朋友来觉得很兴奋，对，然后票很难抢啊，系统一直转不过去。16水港顶开幕，动物园未来要采用预约制度，若试营运的期间，平常时入园限制2000人，假日时3000人。因为票歹买，网络顶悬就出现黄牛票。本地大人一张票是40块，即马是化到一张100二，起3倍。黄牛票是这个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啊，所以我也会我们的警察局也会针对这些来重点的来查缉。应该不会吧？就抢不到就等买得到的时候再过来看就好了。市府强调未应准黄牛票，会请警察来调查。嘛强调讲，采用预约制度是要让已经1年外无甲人接触的动物较无负担。建议民众免抢伫新开幕的前几天入园，嘛别买黄牛票，刷落来会阁看情形来调整。记者王周婷、林昭宽高雄报道。那南丰二大桥明仔载就要通车，苏花界工程处伫桥的两边装124帕 LED 的景观照明灯，色水是亲像大海的蓝色，互暗时的南丰二大桥有影是变甲真水。以花卉的形体建造意象的南丰二大桥，两边边仔用蓝色的电火烧落，类似伫大海同款，是真显目。这条桥按算18完工通车，公路总局最近测试暗时的电火，15暗时决定讲，为了结合海洋的意象，电火色水设定做蓝色的，加做南丰二新的夜景，在地民众讲看落是真水。暗时安电火拍落，你感觉哪？很漂亮，很漂亮。符合你的期待不？有。对，因为我们期待3年了嘛。感觉嘛无嘛带来迄个人客观光嘛拢袂歹啦。最主要讲是南无啊，本来一条咧出入真无方便啊啦。这个紧通车是紧大家带来方便啦。南丰二下港大桥中间的工程开9亿5700万，有796公尺长，耐久的年限是100年，有抗腐蚀甲耐震的设计。桥面上悬的所在离海面18公尺，公路总局还阁开1200万，伫桥的两边安124帕 LED 景观照明灯。暗时若测到发出蓝色的光，光影照伫海面的，这条桥伫暗时是规个闪闪死。民众讲规个看起，类似牛郎下过南丰二要找这路的大桥。景观照明是为了要增加这个整个南方澳地区的一个景观的一个亮点，然后也不惜斥资来做这个装置的一个艺术。南丰二大桥18会举行通车典礼，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会去参加。苏花界工程处讲，照明的设备设定完成了后，大桥所有的设施都拢已经完成啊。未来桥顶的电火，大家拢会点互到，希望会当带动新的一波观光的风潮。记者综合报道。明年是云门舞集创立50周年，云门舞集要呈现创办人林怀民的重要作品《新团》。这个大家出顶一回公演是19年前，明年4月到6月，伫全台湾6个所在要演出。伫个擂鼓的声音当中，这舞者用大大地背部，象征生命辛苦渡过乌水沟，彰显插船渡乌水，登山过台湾。这出已经19年毋捌公演的作品《新团》，会伫明年云门50周年的时阵重新演出。创办人林怀民受到过去威权的时代，若讲到台湾意识，皮是爱变真红。这个有台独嫌疑，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叫警备总司令部，想起来拢会抓一条的，而且那个时候前1年才有中立事件，所以一切形势严峻。新团这个作品是头一出咧讲台湾历史的剧情作品。伫45年前头一届演出，就拄着美国宣布甲台湾断交。迄当阵家己体育馆要是约入来6000个观众，而且嘛伫咧全球巡回演出174场。即届由云门第8代舞者甲即个任务接起来，要来甲即个人讲是跳一届死一届，所以要是想要搁跳一届的作品呈现出来。
身高差7公分，不能想象啊！吃汉堡长大是不一样的。彩带是最可怕的一个物，你不甩它要掉下去，所以彩带都要让它浮在半空中。明年4月到6月，新团会伫全台湾6个所在演出。头一站伫台北，票已经卖出去6成。捌红合作是编舞艺术的经典，新团会当讲是分门的起头，为菜半区开始挑战西方舞蹈美学的动作。50周年，搁一届要上场。分门强调讲，是其中拼势的精神，延续分门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阳明交通大学建筑所学生用无爱衫裤创作真侪甲布的工艺品，甲无共多样甲做伙，一针添一线，旧的布料真侪有故事温暖的好作品。用厝内旧的纯金棉被甲衫裤的布料，重新车做艺术品，简单的线条加上丰富的色彩，每一件拢是独一无二的创作，而且材料拢是回收再利用。提起大家得更加珍惜资源。看到说我以前的衣服可能不符合现在的需求，这样子让他们更有目标性的去消费，然后去减少衣物的浪费。现场还有一件7米宽的大型作品，是透过学校提供的布料，让学生在顶悬自由创作，表达自己的想法。把这400多块把它拼接起来，变成是一面非常庞大的这个拼布的告示墙。那从当中可以看到了我们这些历程，也看到了大家的创意。于校园里头推广跟宣导，那希望能够鼓励同学，就是能够多多的使用他们旧有的衣物，然后重新给旧的衣物多一点点生命力。这项展览会在阳明交通大学艺文中心展出到明年的1月11日。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提醒民众准备消费进前，先想看卖家己所需要的物件，唔通浪费地球资源。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后疫情时代，大货车司机是真欠人，历史物流嘛受影响。全球第2大的重型货车制造商，来自瑞典的斯堪尼亚集团，都研发出自动驾驶货车，目前正咧测试，真有可能会真做欧洲头一个和无人驾驶的货车上路业者。伫台湾也当看到的斯堪尼亚这个牌子的货车，伫瑞典南部的路会驶，看起来就是一般的卡车，不过驾驶台顶是无啥共。坐伫倒边的是资深的司机，手拢无伫咧卡handle路。坐伫伊正边的工程人员用电脑荧幕，伫咧注意车本身也个四周边的情形。This was a lidar. It was a light, and the second lidar, and we have the third lidar in the front, and we have the other sensor in the roof. It was 10 cameras and one lidar, long distance lidar, and we have GPS and some other sensor. 就甲其他行业的自动化同款，无人驶的卡车会互司机有心理的惊吓，担心家己的无头路。负责自动驾驶研发的专家讲，因早就想到这种情形，不过唔免担心，因为照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的统计，后疫情时代，卡车司机欠260万人。US alone today lacks 80,000 drivers, and that's supposed to double in 2030. They don't get distracted, check their phone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also they have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 that when we don't have to focus on driver's hours, we can drive all 24/7. Now we can reduce the speed, which then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即卖这种自动驾驶的大卡车，还阁伫咧测试的阶段，一个等政府立法来配合，估计差不多要到2030年，才当正式进行长途运输。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1度到16度，中部地区12度到18度，南部地区14度到21度。
东部地区11度到22度，外岛地区8度到18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